學生黨8蚊備用機合集，3款靚機性價比拉滿，姊妹們快啲掹住！第一款紅米 Note 13時光藍配色真係好特別，7.6毫米機身超輕薄，天璣6080處理器用起身嚟絲滑流暢唔卡頓，後置1億超清主攝相片無論點放大都好清晰。第二款 Vivo X200 Pro 神野黑配色好高級，蔡司2億像素鏡頭模組，無論拍風景定人像，隨手一拍都係氛圍感大片。天璣900處理器加藍圖影像 V3 芯片，日常使用或者玩大型遊戲都流暢到飛起。呢啲都係喺拼多多揾到嘅，港澳包郵，一件都包郵，仲可以領88蚊券包，點廣告就用到，真係慳到笑。最後一款華為暢享70 Pro 非冷翠顏色真係另有一番韻味，搭配5000萬像素大聲環鏡頭，影相效果超正，我超中意。LCD 直屏好護眼，搭載 Harmony OS 操作系統，平時刷日常追劇都可以輕鬆應對。而家拼多多全港澳包郵，新用戶仲有大量作數券，快啲嚟睇下啦！